灣流出版公司董事長王英文登去到高雄嘉義義德甲組處改造美術館，加入生態元素，結合做事人的精神，為偏鄉提供一個藝術教育的基地。美術館的館長向大家來紹介空間甲展覽的作品，用過了外形設計出尾頂，結合場館做的步道，在嘉義縣沿海義德鄉正式啟用一間美術館。唔但替鄉民帶來入擺藝術的機會，嘛互在地學校的藝術教育帶來多元的空間。我們義竹鄉有一個美術館，可以讓孩子平常有多一個學習的機會。除了學習之外，也自己會產生一個願景，就是未來有朝一日，當他自己在美術上面學有所成的時候，也可以到這邊做一個展示。灣流出版公司的董事長將家己的組處來改建做一間美術館，而且建築師用真卡的元素，打造有作事人精神的美術館。同款嘛是義德人的嘉義館長黃忠陽都表示，希望透過黃忠文的藝術能量，替義德帶來新的教育發展。父母都是農夫，所以用農夫美術館做概念希望這個美術館變成一個起點，一個火種。對於我們國中小的學生，那包括有一些外出的子弟或在地的年輕人，那對美術有興趣的人，都可以來這邊看展覽。我想對他們未來的潛移默化跟影響都會是非常大的。3月底正式開幕的天來美術館，頭一場的展出，就邀請75歲的藝術家田延平甲黃忠文做伙來舉辦聯合展覽。黃忠文表示，每間美術館無簡單，會偷偷替這間美術館找到發展的方向，嘛，予沿海的偏鄉帶來新的創新能量。記者林慧婷，嘉義報道。